聖言誦。若望福音1章1至18節係整部福音嘅序言，係一首讚頌基督嘅詩歌。學者推斷呢一段原本有4個詩節，聖史加插咗幾個附注。讓我哋逐一探討呢4個詩節啦。在起初已有聖言，聖言與天主同在，聖言就是天主。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。聖史以在起初呢幾個字開始福音嘅序言，好自然令我哋想到創世紀嘅開卷語。在起初，天主創造了天地。不過，起初呢一個詞原文有源頭或者本源嘅意思。喺呢一度，在起初並唔係一個時間嘅標示，而係描述一種超越時空嘅境況，指天主嘅領域超越受造嘅世界。就喺呢個超然嘅境況裏邊，已有聖言，而且聖言與天主同在。呢一度講嘅聖言，並唔係天主創造世界時所講嘅話語，而係有位格嘅存在喺神聖嘅永恆當中，並喺歷史嘅時空之中降生成人嘅耶穌基督。所以耶穌呢一位有位格嘅天主聖言喺創世以前已經享有同父嘅共融。若望默示錄亦都記述天主的聖言自稱係阿爾法和奧默加，最初的和最末的，原始和終末。換言之，喺創世之前以至世界終結之後，聖言都同天父同喺一個超越受造世界嘅境界。所以聖史話聖言就是天主。咁樣講並唔等於話耶穌就係天父，而係要指出耶穌嘅天主性啫。若望1章2節綜合咗上一節嘅3個申明，係詩歌慣用嘅同義平衡句法，目的係強調聖言同天主永恆嘅關係。講過聖言同天主嘅關係之後，呢一首詩歌描述聖言同創造嘅關係。萬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的，沒有一樣不是由他而造成的。在他內有生命，這生命是人的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決不能勝過他。1章3節嘅下半句係從負面嘅角度重述上半句嘅正面描述，呢一個係希伯來文詩歌另一個慣用嘅筆法。創世紀描述天主創造萬物嘅時候，都係以天主說作為引子。聖詠作者曾經富詩意咁樣將呢一個創造嘅話位格化，指出因天主的一句話諸天造成。若望福音呢一度講嘅藉着他，表明萬物嘅創造者始終係天主，而佢係透過聖言創造。天主創造世界嘅時候，首先做咗光，光標誌生命嘅開始。生命同光喺若望福音幾乎係相同嘅意思，兩者唔能夠清晰咁區分，因為耶穌講過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隨我的必有生命的光。序言呢一度話，這生命是人的光，即係話呢一個光就係滋養人嘅生命嘅一股力量。第5節所描述嘅正係呢一股力量進入咗世界，即係身為光嘅耶穌降生成人嘅奧蹟。當中嘅心意喺福音嘅內文將會有進一步嘅展釋。耶穌召叫人跟隨佢，以免跟從黑暗走。人應趁住有光嘅時候行走，以免黑暗籠罩佢哋。身為光嘅耶穌進入世界，使信仰佢嘅人都不留在黑暗中。另一方面，人受裁決，正係因為佢哋愛黑暗甚於光明。不過，序言呢一度肯定咁指出，黑暗決不能勝過他。勝過嘅原文，除咗指制勝或者克服，亦都可以譯作捉住，引申到思維上嘅領悟或者理解。喺天主聖言同世人嘅接觸呢一個脈絡之下，黑暗決不能勝過他呢一句話就有黑暗冇捉緊光嘅意思，
亦即係話人蒙召作出自己嘅信仰抉擇，但係冇找緊機會，白白讓光明流走。總言之，身為光嘅耶穌進入世界嘅後果係世界受到審判。若望聖史敘述耶穌公開傳道期間，宣告佢係生命同埋世界嘅光，並勸勉門徒信從光，即係信從佢。咁樣係喺救恩嘅層面去講，而喺福音嘅序言，聖史就係喺宇宙嘅層面指出同一嘅事實。